相亲较早，关注看今日7月19，公司台记台在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风台烟火已经形成，气象局是表示讲，暴风圈会吸着北台湾，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对明仔拜二开始，北部、东北部落雨机会会愈来愈悬，而且无排除要伫上近拜三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四的是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若风台伫拜五甲拜六会上倚近咱台湾。今年第6号风台烟火18透早2点正式形成，离台湾约有1000多公里，对高南偏东平海面向西北的方向线震动。气象局预估暴风圈会吸着北台湾。20拜二开始，北部、东北部会出现局部降雨。23、24，也就是拜五、拜六，风台上瓦本岛。预估在周2到周4，在接近我们过程当中，北部跟东北部地区会有一些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会有一些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周5，然后到下周6的这段时间要特别注意，到时候它距离我们台湾的远近，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下雨的程度。不过我们现在预估全台可能都有一些下雨的机会。每一个国家有个的路线合作伙，袂输敢若伫咧放烟火。气象专家蒋新兴讲，影响烟火的环境条件真复杂，所以风台行的路线也有变。不过每一个国家的预报拢显示，风台划向台湾北部的情形愈来愈明显。其中欧洲模式讲，有可能伫台湾附近是可能歪走。从高解析度的模式，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出现了一个对台湾影响相对是非常不利的一个状况。除了台风路径呢往南偏以外，另外我们也发现它跟台湾的中央山脉的地形产生了交互作用的影响，让它往南偏之后再往北走，穿过台湾。风台怎么愈来愈强？气象局讲，照这个办势看，烟火划台湾的时阵，强度已经到中度风台，上紧有可能伫拜三发海上警报，拜四发陆上警报。记者综合报道。详细消息来关心，今日透早半暝2点多，花莲阁发生2摆地动。地动的中央是伫花莲的寿丰乡甲吉安乡，都是浅层的地动。上大规模是3.9，上大震度伫花莲市有4级。接来，咱来关心天气。今日各地天气拢无啥稳定，过到了后爱细日雷公雨。咱来看云图。今日伫南部甲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伫过到了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拢是高温烧热，高温有32度至35度。气象局有发布高温的资讯。今日伫中昼左右，新北市是柑仔色的灯号，有机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桃园市是黄色的灯号。若明仔后日会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北台湾就会开始落雨。若拜五甲拜六是风台上倚近咱台湾的时，全台湾拢会落雨。除了烟火这个风台，目前伫南海也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的形成，即马当地发展变数也阁真济，爱阁观察。相信最近拢爱细致风台要来啊！今年4月初2，台铁408处道路列车败裂，造成49个人死亡。交通部伫昨昏公布行政调查报告，内容是写讲台铁有5大欠点，爱负责的名单甲台铁之前提出来的报告是同款的，相关的层级到副局长。有一寡罹难者的家属伫昨昏半暝随发出联合声明，表示这份报告无下无落，沙无了阿门，因无法度接受。4月初2，清明连假第一天，408处泰鲁高速列车败马意外，造成49人死亡，200多人受伤。交通部伫18暗公布行政调查的报告，内面讲到台铁5项无做好的管理缺失。包括时间计划甲各项文件的审核核定有疏失，主办单位督导工程部周全，工程人员的管理有疏失，工程人员欠缺行车安全的教育训练，还有工地防护无周全。报告公开的停止名单甲台铁考审会进前通过名单同款，停止的相关层级是台铁局副局长朱来顺等12人。交通部讲，报告是5月2日完成，本来考虑到伫云南会也未完成相关的事故调查报告进前，暂时未公开。因过为了要回应外界期待，所以公开。虽然若是甲云南会报告有差，会重新检讨并且调整停止名单。因过因为13位罹难者家属所成立的自救会团体，太多个的目屎、积极意外发生到即马，
交通部甲代替即个人开过2遍家属恳谈会，并且讲等了100多天，即个人等到一份无要无紧、简简单单的报告，对家属是再一遍的伤害。希望司法机关对代替深入的调查，只有厘清结构性的问题，将不枉家人的牺牲。另外，代替应该重新提出和解书，内容就要甲家属重新协调。记者综合报道。未解封了后，头一个拜6礼拜休困日，有一个62岁姓谢的查甫人走去新店的清潭堰钓鱼甲受水，发生溺水的意外。警方走找1点多钟救起来时，伊已经过往。这个62岁姓谢的查甫人，昨昏是甲朋友小酒做伙去钓鱼甲受水，朋友发现伊咧喊救命，随着沉落去触水冲去。警消接到报案了后，去到现场找找，伫昨暗7点40分找到人，不过伊已经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不幸死亡。咱国内一寡所在，从13开始就未解封想袂到迄天的暗时传出有14个旅客去屏东的牡丹乡一间度假饭店违规聚集，大家咧烧酒做伙食火锅，搁啉烧酒。嘛风声讲，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的执行长陈正文嘛在内，引起争议。伊是强调讲，伊有影去住饭店，也毋过伊无去食火锅，引起争议了后，伊发出声明讲要请辞。即马行政院嘛已经批准。单顶菜雅子罗家食的物件，一群人围起来有的坐，手摕着酒杯伫咧开讲。屏东牡丹的牡丹湾 Villa 饭店，进前互民众检举讲，伫13未解封迄暗，有14位旅客规定伫咧食火锅、啉酒。即马佫突然讲，内面有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的执行长陈正文。陈正文执行长有跟政院报告，他当天只是去住宿，并没有参加晚上的聚餐。那政院会等屏东县政府调查情形，再做处理。我没有在群聚场所用餐，那我也不是所谓群聚的主办人，那也没有违反防疫的相关规定。代志发生了，饭店出面道歉，讲员工处理无够周全。屏东县政府接到检举了，15夜派人去饭店稽查，验这违规的部分，而且卫生局处罚。依照法律规定，那予以裁罚的，一律平等，都一定裁罚那但是也勿忘勿重，我们都要厘清清楚。那当事人是谁不要冤枉了相关的住宿的人。陈正文伫18日辞掉行政院南部联合服务中心执行长的职务，希望社会注意焦点放伫咧防疫。行政院表示准时，行政院长苏贞昌提醒官员，讲话行为拢要认真注意，个人的行为也要注意社会观感。记者综合报道。加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查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抢救餐饮业，行政院打算各月推出振兴券。根据了解，行政院已经请各法规甲相关的部会去规划去研究，一礼拜就要开会讨论。因为去年咱实施振兴券效果真好，今年应该卖发放，使用的范围即马爱个讨论。目前已经有共识，会大声抢救餐饮业。来关心自由时报，根据农委会统计，3级警戒以来，台北果菜批发市场菜市果子平均的交易量减350吨。减15.9%，民众家伫网络买菜，也是去大卖场，这两部分的销量拢增加2倍，大礼拜的叫货量增加7成。也毋过嘛，接到真侪消费者的投诉，讲送到位的货品质真歹，这嘛显示咱台湾的农产品冷冻的运输系统也无够完备。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长郭文铁昨昏头一摆对外表示，台北市有咧考虑买建设买预防车，原则上是打算要买 mRNA 的预防车。伊讲这是要替台北市民先传好第3档预防车，来对付变种病毒。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新增加15个本土病例，疫情指挥中心是认为讲疫情真正有控制落来，未来要解除3级警戒可能性真悬。另外，指挥官陈时中嘛宣布讲，会当开放第2类甲第3类注射对象，因若是第1档是注莫德纳预防车的，满28天的人会当开始去注文第2档啊。
18增加18件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15例是本土，年岁伫20外岁到90外岁之间。新北市7例上济，台北市5例，桃园市3例。15例本土个案当中有6例感染源无清楚，要搁继续疫调。指挥中心分析，5月中以来确诊个案已经有86.3%改价率。最近体检阳性率也降到0.06%，疫情稳定控制之下，有机会降级。并不以清零为目标，是以可以控制住疫情为目标。那如果有一定程度的下降，那加上大家有及时因应的能力，医疗的量能也足够，那当然这是我们现在大家在考虑要不要就是说降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指挥中心统计，目前全国做疫苗意愿登记完成总人数超过862万人。目前开放第3轮意愿登记会伫19中到12点为止。为了让疫苗资源有效运用，莫德纳疫苗第2期注的对象会扩大到第2类甲第3类，也就是6月初9到7月初9已经做第1期前3类的民众，即马开始引进网络预约第2期。扩大它可以打第2剂的是。第2类及第3类接种第1剂，但是接种了莫德纳的第1剂满28天可以接种第2剂。目前台湾做疫苗人口注射率超过2成，有20.40%。指挥中心表示，会根据疫苗进口的状况，按照定时配发地方，也希望赶紧建立社区的防护力。记者综合报道。预防射敢会使男女子？最近大家拢真关心。国际上已经有一寡国家有开放会使做无共牌子的预防射。也毋过咱疫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咱家己搁爱收集搁较侪本土的资料，嘛爱经过专家小组做讨论，咱才会做出决定。目前是也未定案。那北部即马传出有一个查甫人，伊已经做过3档啊，而且这3档拢是无共牌子的。但市长是表示，预防射甲药啊共款，毋是愈侪愈好，毋通摕家己的身体来做实验。路透社报道，包括泰国、韩国、加拿大、西班牙、德国等10个国家已经批准新冠预防射蓝莓组。国内现阶段是暂时无开放蓝莓组预防射。不过传讲，伫北部有一个查甫人，4月2日，家己开钱做第1期 AZ 预防射，6月去美国做辉瑞 BNT 预防射。转来台湾隔离线，因为年纪符合资格，搁收到做预防射的通知单。这个初二搁做莫德纳，3期射拢无共牌子。疫苗跟药物一样不是吃愈侪愈好啦，它要刚刚好适量，对症下药。自以为走了很多的漏洞，打了很多，对身体绝对不会是好的。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的副组长罗一军讲，目前并无看到 AZ 加 BNT 加莫德纳效果有更加好，或者是更加安全的报告。顶多是专工出国做防射，恐惊会增加感染的风险。伊讲，最近境外移入的个案内面，有人做过预防射，也是感染，甚至是感染德尔塔病毒。增加自己甲别人的风险。多打1剂这个别的厂牌或同厂牌的疫苗，等于说打了3剂的疫苗，保护效果是不是有增加不得而知哈。但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可能打疫苗产生的副作用，一定是会稍微增加的哈。有医生讲，伫即马国内家己开钱做预防射，法律无强制讲一定要登记，而且民众若去国外做预防射，无主动讲，医生也无法度知影。像这种蓝莓做的情形，恐惊抑个真多。而且世卫组织伫咧12日也警告讲，预防射蓝莓组是危险的趋势，伫欠缺科学证据，对健康风险也毋知影，无鼓励民众安尼做。但市长也强调，若是民众家己伫咧国外蓝莓组预防射出现不良的反应，要申请药害救济，恐惊有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则会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的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1.9万例，死亡人数超过409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18病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5408例。中国的病例有92000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84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3400万例，印度超过3000万例，巴西超过19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545万例，伫法国是超过592万例。
将疫情爆发较大，菲律宾的观光产业收入是减370亿美金，嘛减超过200万的工作机会，经济稀累咧。严格封城实施了后，一寡会使远距离办公的人，即马是搬去海边啊，也是增卡。靠这阵人，即马因的消费加减嘛，对当地观光产业有一寡帮助。就3个月好朋友，大家在这个海沙堡顶头淋雨路看日头落山，这是43岁阿尔曼德拉梦想的生活。几个月前，伊搬到离马尼拉市260公里外北部海边啊，伫厝内上班。I didn't realize how much time I had spent worrying about the pandemic until I got here, and realized that I didn't need to worry as much here. 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是疫情重灾区。严格封锁国家宵禁，互真侪人挡袂牢。远古办公就产生真侪社会游牧民族，其中有真侪人是去人较少的自然景点工作，因为下班了就人去海边散步，伫咧田花边骑脚踏车。I was always kind of wanting to live out somewhere close to the ocean, but the pandemic kind of gave me a good reason to actually push through with those plans. 37岁自由写歌人玛丽安诺，普通时的工作，只要一台笔记型电脑，一个稳定的网络就会使。趁着疫情这段期间，伊也搬离开马尼拉，做一间海边的公寓，哪看海哪工作。There were quite a lot of people who came up here just because their jobs were all work from home, so they didn't really have to be stuck in the city. 自疫情了，政府限制外国游客入境，国内也有旅游限制。2019年的观光产业占 GDP 收入12.8%，去年是盘到5.4%。世界旅游观光协会资料显示，观光产业的经济损失370亿美金，超过200万人失业。It helped a lot here, especially when La Union was closed for tourism. Basically, you could only really rely on customers from within La Union. 餐饮业者讲，目前餐厅的订单有30%到40%是来自社会游牧民族。虽然这个族群的数量有偌济，官方无资料，不过会当确定的是，甲自外地来游客比起来，社会游牧民族住伫咧当地时间更较长，对经济的影响也是长期而且稳定。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来关心欧洲的西部遇到8年的大水，目前已经造成189个人死亡，也有几百人失踪。德国的总理梅克尔去灾区巡视，伊表示，伊已经找无词会当来形容这场灾祸。被内应西法利亚邦破昂南边的舒尔德已经开始灾后清理。德国总理梅克尔结束美国访问行程，回到德国了，去灾区视察，讲会提供财务补助，也伫政治领域更加注重阻止气候变迁的议题。surrealen, gespenstischen Situation zu machen. Es ist erschreckend. Ich will fast sagen, die deutsche Sprache kennt kaum Worte für die Verwüstung, die angerichtet ist. 搜救人员徛伫咧河套石引起厝顶，对窗仔门旁看出来情形。德国财政部长肖瑟讲，灾后重建爱长期规划，经费可能爱超过3亿欧元。同款做大水的荷兰、卢森堡、比利时也开始灾后清理。Niks anders, dus ik had het goed hoog gezet, maar dat heeft niet gebaat. Het is echt tot aan de plafond. 虽然无法度讲，这场8年来的大水一定是气候变迁所造成，不过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的温度愈来愈悬，会更加接发生极端天气。This flooding that we've seen across Germany,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I mean, it's certainly going to cost billions of euros, and I would expect tens of billions of euros. When the final count comes down to it. Unfortunately, this is going to be locked in for the next 3 decades. 法国的气候学家讲，这几年来全世界出现真侪酷旱、做大水、热天气，拢唔是独立的气候灾难。地球正处伫咧暖化初期阶段，若是无采取行动，会愈来愈严重，人类袂当搁再家己骗家己。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来关心东京奥运这礼拜伫要举行啊，也毋过日本的疫情也小白退，18个新增加10个奥运相关的人员确诊，其中有2个是来比赛选手。也毋过国际奥会也是强调讲，因袂互疫情拖开，一切拢有掌握。东京中央区的奥运选手村17团出头一个确诊者，是海外代表团的工作人员。
18个再新增加2例阳性，是入境隔离也未期满的参赛运动员。真侪选手村选手围着头一个，这3名选手村的确诊者拢是来自同一国。工团的成員已經被要求喺房間自主隔離。53番と54番ですけれども、昨日のケースと合わせて同じ国、同じ競技の中から認知することができている。另外有1名海外選手也確診，也毋過無住佇選手村。東京奧組委也個國際奧委會18在記者會宣布，迄天總共新增加10例相關人員的確診，包含大會關係人甲選手、媒體包廂等等。國際奧委會委員、南韓道球協會主席劉成敏出發前2擺檢查是陰性，也做過2劑疫苗。17在機場依然是確診。這期代表團的職員也喺機場檢查出陽性。東奧這個月已經總計50多人相關人數確診，各組的詳情並無公開。奧委會強調無可能100%避免，也毋過會嚴格來監控，袂互疫情來攤開。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zero risk, and that we all agree. At the same time, the mingling and crossing of population is incredibly limited, and we can ensure that transmission between the various groups is almost impossible. 日本東京都10日開始第4擺進入緊急的狀態，最近連續5天新增加病例超過1000例，17達到1400人，半年來上最情形。民調顯示，開幕前也是真濟人反對辦奧運。記者綜合報道。今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美國疫情閣嚴懸，加州洛杉磯要求室內即馬強制愛掛喙罨，其他城市嘛有可能會對咧做。理工是煩惱講，今年的秋天疫情會反覆，並無樂觀。來看英國對今仔日開始要全面解除封鎖，有一寡學者是警告講，英國這項決定會造成全世界的疫情擴大，甚至閣警告講開放是一款謀殺。來看東京奧運23日舉行啊！根據日本媒體上新的民調，民眾對首相菅義偉甲伊政府支持度創下新低。日本人攏真煩惱奧運會害日本疫情擴大。東京奧運準備舉行，大批外國記者嘛已經到位。日本從6月份就提關防疫戰級，親像外國記者住佇嘛有日本民眾咧住喺飯店，外國記者敢若會當住佇同一層爾，而且這外國記者袂使坐電梯，敢若會當行樓梯，出入嘛攏愛登記，管控真嚴格。登記關卡完成檢疫習慣，為奧運到東京相關人士攏愛住防疫旅館。聯合報記者詹思如按算7月21到6月底所接到奧組委通知，有訂的旅館互人取消。我在6月25號我就收到東京住宿那邊寄信，說我們必須要換飯店，因為原來的那間飯店不符合一些防疫的規定。離出發只剩20多天，伊敢若用一直寫批尋求協助，7月10日總算收到回復，用住官方指定防疫旅館，奧組委承諾會負擔差價。因為他們這次有防疫的規定，所以我們對的窗口，光是要對日本方就有3個，一個是媒體，一個是住宿，一個是防疫。所以我想他們橫向的溝通上面可能也有一些問題，畢竟實在是太多的人事物要處理。提升防疫戰級，防疫旅館為300多間減少到150間。旅館是看來自國家風險甲選手接觸的密度，採取無同款的措施。國際體育記者協會主席梅洛住喺飯店接受外國記者。We can use exactly the same elevator and so on because it's only us there. And after we have a special corridor to go to the restaurant for the lunch and also all the meals. 我们入住的这间防疫旅馆，同时间呢，其实还有日本民众入住。旅馆方呢如临大敌，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有關有日本民眾住喺防疫旅館規定上嚴格，外國記者全部住佇同一層樓，免坐電梯，甲能行樓梯。早頓2點鐘，喺獨立嘅臨時餐廳食。青手龍才能摕物件食，因為無隔板，一人一排，若要到事前提報嘅地點工作出外，愛佇大廳備班寫來回時間。我們會往上報的，就是往奧委會那邊會報的。萬一你們出現什麼特殊情況的話，我們這邊都有那個聯絡人。
旅馆管理阶层无接受访问，毋过私底下表示，为加做防疫旅馆增加人员相关成本增加，若发现状况就要通报，压力也袂小。毋过有人大度收入，弥补无外国观光客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新增加15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4126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的病例数超过4000例，县市包括新北市有6704例，台北市是4728例，超过200例以上的所在伫桃园是746例，苗栗548例，嘉南有309例，彰化有270例，伫台中市205例。另外，死亡的个案有新增加4例。目前咱全台湾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5408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126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数字。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台北市昨昏新增加5个本土病例，其中有1个感染源也在调查。另外，鼎泰丰这间餐厅昨昏开始休困3天，要做消毒。那新北市昨昏是加7例。湘北的疫情有豆豆仔咧转好，所以新北市嘛公布会放零一寡场馆的防疫规定。工作人员全副武装伫台北车头地下街大清扫。市府证实，台北车头地下街连通道1人确诊，二区甲溪区有5人确诊。市府认定属于这场群聚感染的溪区，全面封锁，停业3天。有名餐厅鼎泰丰新生店有1名离职员工甲1名现任员工前后确诊，才开始停业3天，各扣例隔离。新北市增加7例确诊，其中3例甲台北市有关系。刚好感染的1人打棒球，因为接触台北车头地下街员工有关系。这场感染的1人住伫土城甲鼎泰丰案有关，其他1人住伫五股，因为朋友而感染。台北车站地下街的员工跟他的同事的室友因为接触而被感染，所以台北车站地下街的职场确实对新北市的影响蛮大的。疫情转好，新北市未解封19开始开放新增棒球场职业赛事，不过爱闭门比赛，所有队职员定期快筛团进团出，加球场工作人员健康监测。另外，英国飞亚博物馆等5馆一园除了用流港在10连制管制，用制挂吹暗以外，也禁止食物件，2日开始有效仪式开放。新北市长侯友宜强调，吹暗是最后的防线，吹暗摕来食物件，最后才会开放。也呼吁中央对走私尊权防疫爱比较已经铺台。以7月1日3月警戒期满，也个8天，侯友宜强调爱一直体检，阻断运行传播链。另外，要拼疫苗注射率，赶紧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雄注预防射人数，即马计共有63万人，注射率是22.9%，这是平全国的平均20%，也搁较悬。也毋过有医护人员即马是反映讲，因同款的话，一天爱讲毋知几摆，讲到然后拢烧声。嘛有医生是批评讲，地方政府要求因拼速度，互医生感觉真无受尊重。下晡5点外，高雄5家国小体育馆已经无啥物排队的民众，不过医护人员却是伫加班等自身的疫苗。高雄疫苗注射率98为止，已经有22.9%，比全国20%较悬。不过却受医护反映，这款的注射率是医护人员辛苦换来。团体卫教一次是40个人，好像屏东现在大概是40个人嘛。那如果我们改成1对1卫教，变成所有40个人可以讲完的，我都要讲40遍。好，那这个之下，其实很多医生跟我们反映都是他植了一个疫苗门诊，隔天就烧瞎，自己的门诊没办法看。另外，有医师个别卫教时阵发现边仔有人饲马表，敢伫随讲卫教的速度，互医师感觉无受到尊重。呼吁高雄市府重视医护人员的声音。第4卫生局回应表示，10号就通知医疗院所该采取团体卫教，不过是毋是实施团体卫教，爱看注射场所的设备。另外，饲马表是误会，是为了规划走徛式的注射。这样的接种方式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规划的依据，那包含在各场站、各个节点，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这个科学的一些量测的一些工具。那即使是其中的一个。
高雄市长陈其迈对医护人员的辛苦表示感谢，也强调注射疫苗是高雄现阶段上重要的防疫工作。会根据医护也有防疫人员的建议甲观察，还有市民的意见，一直随时来做检讨，让注射流程更加顺。记者综合报道。咱全国全国冠军实施3级警戒以来，学校停课，毕业典礼嘛拢有受影响。伫彰化有一间幼稚园，老师是真甘心，使交通车去囡仔因兜，伫门口口替囡仔办属于伊一个人的毕业典礼，互这囡仔人生的头一场毕业典礼无漏交。然后热情的园长妈咪为小宝贝颁发毕业证书。穿红色的学士服，为园长手中接过毕业证书，也有毕业礼物。囡仔看起来是真欢喜。不过，安尼毕业典礼每一场拢只有一位毕业生。我们一起拍一张大合照，为这一次的毕业典礼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受疫情3级警戒限制，学校毕业典礼拢受影响，毕业生无法度亲像以前同款到学校参加。彰化参会一间幼儿园，为了不要让囡仔错过人生第一场毕业典礼，将平常时接送学生上下课的娃娃车改造成行动毕业车，到每一个毕业生厝内办一场毕业典礼，由园长亲身将毕业证书送到囡仔手头。特别用了行动毕业车来为小朋友的毕业加冕，祝福小朋友到国小的生活一帆风顺。幼儿园表示，有为咗学校将毕业典礼改做线顶举办，不过感觉少一寡人甲人之间情感的交流，所以决定在无违反防疫措施的规范之下，直接到毕业生的厝，伫院校办简单佮隆重，而且是专属每一个囡仔家己的毕业典礼。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分林倒落有一间庙寺的庙埕，出现一排挂水暗的神明甲神像，互过路人、过路民众真好闲。庙方是表示讲，因为3级警戒，所以拜托神明出来提醒大家，水暗一定要挂好条。12尊大神人仔踩伫路边，毋但面顶挂条翠暗，身躯顶阁挂着有防疫宣导内容的牌仔，提醒经过民众就会记得挂翠暗。遵守防疫规定，庙方是公孙桥表示，若无7爷8爷是掠人掠甲真无用。阮小姐意思就是讲要互大家知影，出门一定要戴口罩，若无代志就莫出门，无因两兄弟做无用的，安尼走来走去。3级警戒以来，为着防疫禁止庙会活动，庙方惊大神人仔放伫室内会因为湿气受到影响，就将大神人仔踩伫路边曝日。也因为发现真侪民众也是无挂喙暗，才会顺续写宣导内容挂伫大神人仔身躯顶面，当作劝世文，希望提醒民众做好防疫。因为疫情关系，拢无落出门，无落出门就从这形象摕出来拍日头，是那个整理，就看有遮经过的人，有拢无挂口罩，所以阮就是讲无咧写一个牌甲夹的，大家看会到，即摆疫情遮严重，大家注意到。算一个警惕。对。虽然因为3级警戒，这庙会活动暂停举办，不过信众也无闲咧，踩伫路边甲喙暗挂好条，继续维持民间的秩序。希望大家就要遵守规定，做伙对抗疫情。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有关到第3级，即马屏东的新恒乡有协会甲社区的照顾据点，用居家服务的方式成立会刷叮当的服务，甲课程材料便当同齐送到时代因兜，阁有翕影片互时代参考。防疫期间，老大人甲囡仔同款，停课无停学。等下你会收到一个恁的工具盒，阁一条针。这简单的，安怎有画过啊？防疫期间，大部分的社区关怀据点拢暂停，不过屏东新恒乡有青协会内阳村的据点煞继续做。据点的讲师阁有志工，做伙录做手工的影片，透过面册和LINE的分享，而且把材料准备好，要送去长辈因兜。我们想到以居家服务的方式的概念，来成立移动式的据点，将长辈平时在据点上的静态课程跟动态课程转移包装起来，转移到长辈的家的门口。因为停办这一段期间的话，我希望说配合县政府讲的停课不停学，停课无停学，到长辈厝内，志工身体时大磅体温消毒手。
老大人也把真正的功课提出来，互讲师检查。顺续领新的功课，佮有便当，而且准备好要向讲师活动筋骨。时代真感谢伫这段期间，据点提供大心的服务。都按关心的啦，关于这疫情的关系暂停几周，政府规定袂再结冻，所以安尼，周老师足忝的，足辛苦的，所以煮的便当，换来遮互大家食。拢互因足辛苦，送饭来，搁加跳舞加运动真正互因足辛苦的啦。当然是会比较累哈，可是我们这乐此不疲，因为看到长辈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收获。虽然安尼活动成本拢会提悬，但是为着老大人的健康，协会表示，因会继续照顾这寡时代。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各大山地的山野销路拢有受影响。为着要甲农民斗相共，即摆运动会山野馆的加工厂是今年提早开工，要全力协助农民渡过难关。又搁到当年山野大出的季节，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山野节活动拢取消，未少通路受到影响。为着甲农民斗处理消无路的山野。台南官店的农会今年提早开始做山野干。今年为了协助农民，所以优先协助农民去处理那些剩余的果实。希望各位农民如果有需要的，欢迎到官田农会推广中心来。农会总干事表示，其实农会嘛有家己的山野干品牌，不过为着甲农民斗相共，因会大声行农民的订单。行山野干的方式有真侪款。总干事强调讲，官店农会是用柴油的烘炉。所以食起来会有一款用回香的气味。官田农会所采用的是高温柴油干燥机，它烤起来的芒果比较具有火味，香气十足。而且我们采取的是用不锈钢的烤盘，卫生上面保证没有问题。因为今年疫情断销路，各大山野的产地拢想尽办法要甲在地农民斗相共，嘛呼吁民众会当多多交关，甲农民斗相经，渡过这边的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嘛是咧台南伫新市有一丛上百年的白莲雾树，区公所是专工拜托当地种白莲雾的高人来顾这丛。虽讲今年白莲雾节因为疫情的关系取消，也毋过公所讲，即马白莲雾当着时，若无食到，就要等明年。若是来到台南新市三里联合活动中心，大先看到一定是门口口一丛上百年的莲雾树，顶悬阁写美少的白莲雾。区公所特别请当地种白莲雾的高人来甲各丛生果的美角，佮专工包落啊来防病虫的定害。咱这落啊吼，咱这落啊这空锤吼，空锤的当时吼，迄个咱这爱甲用好开，包起来当时吼，这包起来当时就安尼这个，这4、5分钟安尼拄啊空工安尼过日当大开较袂去惊掉的。这丛百年的白莲雾树，当初的地主要甲土地卖掉，建商也为着要起大楼，无爱留，地方唔甘莲雾树就安尼放错掉，所以才参详区公所，望甲这丛百年的莲雾树刷在来活动中心保存。农民种这个真的很辛苦啦不见得，因为这个跟红莲雾啦甲迄个一般的莲雾改良过都无共款，这土种土种的物件就是愈土种愈歹种。避免掉咱真的这个优良的传统被断层，让我们以后只能在教科书或者故事书上看到新式白莲雾古早味，所以我们尽量的把它保存下来。白莲雾自本就是台南新市的特产，因为疫情关系，今年的白莲雾节活动取消办理。但区公所加强网络宣传，民众只要拿刷定注文，就当伫厝里食到好食潮湿的白莲雾，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农民。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即马出门防疫期间一定要挂喙罨，有的人加较功夫会挂面罩，也是目镜来防止病毒。毋过乡亲敢知影，这物件要安怎正确做消毒？来听专业的来看专业的医护人员安怎做。疫情期间，无论是出外或者是咧做工课，可能拢会挂着这款防止病毒的面罩甲目镜。毋过直接甲酒精喷伫表面做清洁，安尼做法是毋对的。
清洁的部分，希望都是用75% 的酒精，那希望是喷在那个我们的卫生纸上面，再去做擦拭。那由上而下，不要重复交叉的部分，这样子的话可以保持它的那个材质的品质，这样子。那也千万不要用就是过热的去消毒。武汉肺炎的病毒会使伫唔是活的生物顶面活至少4点钟。也有研究发现讲，武汉肺炎的病毒会使伫喙暗顶面活7天。因安尼正确的消毒方式是真重要，应该要先把酒精喷伫卫生纸顶面，一撮一撮共方向切过去，唔通来回切，而且要等伊打起才会当使用。护目镜还有我们面罩的部分呢，基本上每天就是使用完之后都会做清消。但是，一旦你在做清消的时候，发现它的表面已经有刮痕，或者是脏污已经是清不起来的地方的时候，或者是说，它的表面都已经有破损的状况了，就建议更换，不要一个用到底哦。虽然体用具消毒也是真重要，不过民众也是爱接洗手，定期换喙暗，才通尽量防止胃着病。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13开始未解封，一寡风景区嘛拢出现人丁，亲像拜六礼拜伫家己布袋戏港，也有风景区拢有一寡游客伫遮行搭。有人丁就有生理，有生理生活着5万，才会烦啊，心情嘛加较轻松。嘉义县布袋戏港的市场，早时啊，就有民众来遮买物件。市场的档啊讲，未解封了后第一个礼拜假日，感觉人有变较侪。想要微解封第一个假日来这边买，看有没有新鲜的鱼货。工作人员会在外面做控管，有计算人次啊，一个进一个出，这样计算最大容流量。为着要配合防疫，伫市场嘛有上侪600人的限制。除了嘉义县的观光遗区，伫嘉义市的过去生活村，这个店头讲，未解封头一个礼拜日，业绩差不多有增加2成左右。这里的管制啊，快都做得确实，所以还是有很多游客愿意来。对，刚好微解封就出来走走。因为以前嘉义县市真侪店头停业要2个月，这站未解封开放，一寡风景区也未出现人上侪的情况。店家拢表示，会当开门做生意，加减补贴一寡开销，对因来讲压力减轻袂少。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疫情嘛改变咱的生活形态，会叫外送平台送食的来。咱台湾从2012年开始，就有正式的外送平台。即马南韩的酷碰嘛拍算要击败咱的台湾市场，目前当地试营运。美我岛啊，像那些假的外送员伫咧仓库出入，现场拢无看板，看外送的箱仔，才知影是南韩电商的龙头 Coupang 原来已经来台湾啊！主要替人客送菜色、鱼肉，也搁有生活用品。即马暂时伫咧台北市中山区市场欢迎。其实它有一部分是想要透过它的这个外送平台的方式，来测试它是否在台湾继续生根，来做这个电商平台的一个试水温的一个方式。分析师表示 ，Coupang 未来若要成功打入国内电商市场，物流配送的稳定度、店头合作的数量、路订系统的敢好操作，也搁有敢卖出特色商品，拢是观察的重点。其实国内对疫情爆发较大，外送需求向增加2成多。5月中以罐头、泡面、民生类，也搁有防疫物资为主。到6月转向对牛奶、菜色甲果子的需求，也若食食部分，除了钱的。像咸酥鸡、素食连锁店、甲手吃茶以外，还有这项真受欢迎。健康餐盒啦，或是比较是健康类的一些食物，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长。外送平台也表示，疫情影响民众食食的习惯，像食饭的时间有延后，也较讲究食面就爱较机卡等等。不管说落来疫情安怎发展，台湾民众是愈来愈挂靠外送平台，这市场也互业界人士看好会继续增加。记者民政李孝凯台北报道。东京奥运伫即礼拜5就要开幕，不过受日本疫情严峻的影响，并无对外开放。即马各国的选手嘛拢已经到日本，是采取2国起跑的模式，唔免隔离。不过陆续拢传出有选手确诊。国际奥会是强调讲，体检阳性的比率是比0.1%也搁较低，对其他选手甲日本民众并无造成威胁。咱来看体育新闻的整理报道。美国17岁女子网球选手高芙，顶礼拜六到东京准备要参加奥运，不过入境体检传出确诊，所以无法度参加比赛。
东京奥运就要开幕啊，所以一直传出工作人员甚至选手确诊。国际奥会主席巴赫强调，所有的状况拢有掌握。This is a very low rate of 0.1%.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all the concerned people were immediately isolated, and in this way they do not pose any risk to other participants or the Japanese population. 这边奥运是史上第一遍闭门举办，国际奥会讲甲选手村甲比赛所在包围一个泡泡内模式真安全。不过日本的民众依然无信心，再且个人上街头抗议，要求停办奥运。第一球就粗暴，林依泉不啰嗦，不拖泥带水。国内已经有小可较降来，中华职棒第13开始复赛，也是闭门比赛。规定无上场的选手裁判拢爱挂嘴烟，不过上场的选手无强制规定。富邦的林义泉就挂着嘴烟，连走赛吕包转来提分。伊讲也是会挂嘴烟比赛，上垒了才会提掉。No rain is going on there, no lightning, no nothing, but people are running. 球迷赶紧离开球场。裁判工作人员也拢秘入去球员的休困区。美国职棒大联盟17国民对教士的比赛，比赛到一半，三垒方向传出枪声，比赛暂停。That a shooting third base gate here at Nationals Park again outside the ballpark. 华盛顿警方讲有3人受伤，好佳在随便控制，无后续的威胁。不过比赛也是延到隔当天下昼。顶礼拜大联盟明星赛，日本一个投手大谷翔平担任美国联盟的先发投手兼第一棒指定打球。大谷的球是愈投愈紧，最後連續2球攏超過100英里。あえてですね、1イニングだったので、あまりペース配分関係なく、ちゃんと初球からしっかり投げようかなと思いました。やりたい気持ちはありますね。やりたいだけじゃ出れないんで、もう一回ね、それぐらいの成績を残して招待してもらえるように頑張りたいなと思ってます。第一球投刷對手3人起來，3人落去，大谷就退場。另外當其時2個打數無安打，最後比連5-2贏球，大谷是勝利投手。美國 NBA 總冠軍賽關鍵的第5戰，公鹿的後衛哈勒戴在最後的時刻超格，甲球隊領先的優勢收掉。最後公鹿123比119贏球，2連敗了3連勝，對總冠軍賽是3-2聽敗。記者綜合報道。再去看世界，來關心伫美國有袂少人受疫情影響，無頭路，嘛無錢納厝稅，連食一頓飽攏出問題。有誒甚至即馬伫街路流浪，有路無厝。根據統計，伫紐約嘅街友遊民有增加厝稅，因身心嘅狀況攏無啥穩定，嘛煩惱會成做防疫空棚。一早起，紐約街仔路人誠多，不過路邊有誠濟遊民，有的倒去困，有的坐啉酒開講，甚至有人摕注射針佇咧注毒品。自疫情發生了，曼哈頓中城路邊無家可歸的遊民是愈來愈多。遊民規定做伙做產生的衛生治安等誠濟社會問題，互民眾對遊民的同情心加容忍度強要到緊繃。Some people, even the homeless, come inside in the store, torturing customer. Give me the money. 伫北美上無營，同時也是紐約市交通新竹的賓州火車站，街友的數量增加到警方就要派更加多人來處理。In the past, the NYPD was putting 2 to 4 cops a day there. Now they're dedicating 48 cops a day into the Penn Station area. But it can't just be the police. 市府統計。今年4月收到的紐約收容機構的遊民數量已經超過53000人，是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上多。不過，這個數字只是統計數字，實際人數可能更加多。When things shut down, and a lot of medicine kind of switched to telehealth, and people's appointments maybe got canceled. People got disconnected from care, and those disconnections made it all that much more challenging for people to manage the conditions that they have been managing. 隨着經濟慢慢解放，紐約市政府已經下令，在7月底進前重新安置原本因為疫情收佇咧飯店的8成為街友。不過，真濟人甘願佇咧路的流浪，也未去收容所。目前社福機構、地方組織也正佇咧積極介入處理。
纽约市政府甲私人基金会也发动一项实验，每个月分美金1250块现金补助，予40位年纪伫咧18到24岁少数族裔游民，无消费限制连续2年，看是毋是有法度终结少年游民的问题。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辑。那美国的迈阿密进前是发生公务处绑起的意外，一寡受灾户甲失踪者的家属是因为意外有落无厝。有一间度假公务处的税厝的业者主动甲这厝摕出来免钱，予受害者来住，因为伊讲伊是美国911事件的受灾户，伊真知影有落无厝的艰苦。马吉兰斯伊80岁老母是香柏兰大楼的大户，大楼绑来意外发生了，为着要随时知影所求的进展，伊逐工就伫咧佛州南部的徛街，坐2-3点钟久的车，来到瑟夫塞德社区中心的受灾户临时收容所，听当局逐工的简报。So we were blessed to find Sextant that provided this place for us to stay for the time. 兰斯所讲的塞克斯坦，伫迈阿密有250间出租公寓。31岁来自纽约的执行长乔凡尼斯，伫香柏兰大楼发生意外迄天的下昼，将165位员工拢叫来，宣布公司要甲离事故地点只敢8公里远的一栋大楼免费提供给受灾户，抑个自较远所在要来找失踪者的家属住1个月。乔凡尼斯甲员工只敢开48点钟久。就甲原本内面拢空空，连壁拢也未拆的2房加3房大的公寓，全部拢整理好。内面家具、电器拢有。I went through a similar experience in 9/11. Couldn't go back for about a month, so I was on, friends' sofas, hotel rooms. It was a very disjointed way to live. So it was partially personal, and the second part was just having access to resources, people, furniture, a property that was vacant. 香柏兰大楼所在地迈阿密戴德郡，中等公寓1个月平均的租金是1328块美金，换算代表是37184。即马已经有15个家庭住入去乔凡尼斯所提供的免费公寓。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来关心环境，伫美国加州用于烤花高温打扫，伫当年的热天拢会火烧山。毋过即马因是培养出一批正高水的防灾部队，是80只山羊仔，骨内底食草，食出一条防火线，会当保护当地消防人员甲当地民众。饲羊人一话声。180只大大小小只拢有的山羊，就缀着去来到今仔日的山羊餐厅，要开始食草。因为天气热，佮打扫，加州每年都会发生几落10件野火，特别是跨几落个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为了要控制野火，加州政府怎么想出一个用山羊开防火线的计划？That's twofold. That's one,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wildfire from the wildland interface to a structure, and it's also to be able to provide enough defensible space, buffer around it for us as firefighters to come in during an event and actually protect the homes in a safer environment. 学者讲，山羊食草的时阵是规丛拢挽起来，连根拢食落去，所以经过的所在草啊拢袂搁发。互羊甲伫咧厝边啊，正打扫用于导火草啊，食好清气。会当代替人力加割草机除草，对环境好，也是预防野火上环保省钱的方式。These goats are amazing in terms that it seems like they climb up those with no problems. I haven't seen a goat trip yet. 一外倒三共开防火线的山羊，是由赛级环境团体所引进，这是一间伫咧做车地复育加环境规划的公司，所以因会用电网啊，或者是这个物件甲因成控制因行的方向。A site like this is very labor intensive. There's a lot of dried brush here. There's a lot of stuff that would have to be hauled out up over the hill by hand. The goats eat it. It's gone. It's disappeared. It doesn't exist anymore. This is a very appropriate site for grazing. 目前加州哥伦戴尔的山羊防灾计划抑阁伫咧试验的阶段，不过到目前对试验的结果是真满意，有效阁环保。当局也伫咧评估讲是毋是要扩大使用范围。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
天气报哩在，今仔日各地高温烧热，过到了后爱细日西北风。那明仔载到后日会受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北台湾会开始落雨。拜五的时，风台会上挖进咱台湾，所以全台湾拢会落雨。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3度；外岛是26度至35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